第十處，耶穌被剝去衣裳。主基督，我們欽崇你，讚美你。你用此聖價救贖普世。當時他們另外還帶了兩個兇犯，同耶穌一起去處死。他們既到了那名叫髑髏的地方，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，同時也釘了兩個兇犯，一個在右邊，一個在左邊。耶穌說：父啊，求你寬恕他們，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麼。當時他們還拈鬮分了耶穌的衣服，民眾站着觀望。朋友，請看，世上最可憐的君王，在受造物前被剝掉衣服，身無一物。然而誰還能比耶穌更富有？同樣，你要生活豐滿，首先要關心天國的義德。人子來不是為受人服侍，卻是為服侍人，並且要犧牲自己的生命，救贖大眾。主，你成了罪犯，其實犯罪的卻是我們所追求的車色華物把你掩蓋了。社會上許多傷殘老病的人，願我們伸出援助的手，給予他們所需要的。許多人沒有一個合理的生活環境，更得不到別人的關懷與協助，失去了人性的尊嚴。願我們真正體會他們，把他們當作兄弟姊妹般看待。天主，仰仗你所受的苦難，求你垂憐我們。十字聖架救贖之主，聖子聖誕上我最甜，很酸。